仲海買樓注意，一城中心14期我講咗10次，優缺點講得明明白白，街坊們邊個懂啊？最近好多粉絲問，仲海一城中心14期到底抵唔抵買？銷售吹佢係剛需天花板，顏值 No 1，我特意跑咗10幾次實地踩盤，今日把宣傳入面嘅服同埋實打實嘅好嘢全爬出來，睇完你仲識得比中介多。先問個扎心問題，你買樓最驚咩？驚買咗之後日日被噪音吵到唔識瞓，定係驚期房等太耐，供樓同租屋一齊降，壓力大到喘唔到氣，又或者驚宣傳嘅學區房，最後小朋友讀唔到書。只要中一個，呢篇一定要睇到最後。首先講大家最易踩嘅伏，呢幾個缺點銷售絕對唔會主動講。第一個硬傷，我第一次去就嚇到，14期東邊竟然係雙向8車道嘅長深高速，隔籬仲有雙向6車道嘅衛生大道副路，24小時居唔停，尤其係靠東邊嘅流動，日頭開窗就聽到車流聲，夜晚靜嘅時候更加明顯。瞓得淺嘅朋友，聽我一句勸，揀樓直接避開東邊。你哋有冇住過高速旁邊嘅屋？評論區講下，噪音有多折磨人。第二個伏，期房14期最快要明年8月先交樓，仲有1年多時間。我帶過幾個粉絲過嚟睇，都被期房勸退。剛需家庭本來就急住入伙，有啲仲等住樓落戶俾小朋友讀書。呢1年多既要供樓又要交租，每個月開支直接多幾千蚊，邊個頂得住啊？你哋接受等到1年多交樓嗎？接受嘅扣1，唔接受嘅扣2。第三個要注意就係個硫磺望公園嘅宣傳，1、2、3棟話望5一公園無遮擋，視野超正。但我鏡公園嘅時候發現入面藏咗好幾間祠堂，有啲客家朋友會好介意呢樣，但都有外地嚟嘅街坊覺得無所謂，畢竟有祠堂的地方風水都係最佳嘅。你哋對呢樣在意嗎？評論區傾下。仲有更氣人嘅，之前宣傳8字頭帶精裝，點知我去計價嘅時候，隨便一套都要9000多，好啲嘅戶型直接過萬。最後一個小缺點，14期位置有啲入面，同前面幾期冇連埋，商業配套仲未起好。而家想睇場戲，飲杯奶茶，要行好遠一段路，要是急住用成熟配套嘅，可能要等幾年沉澱。你哋買樓係更看重而家嘅配套，定係願意等後期發展？不過講開又講，一城中心會火，都唔係冇原因。呢幾個優點真係好得。第一個優點，樓間距真係好闊，仲海而家在售嘅新樓入面，佢家底樓間距絕對排第一，前後最闊去到180米，圍合式佈局搞到花園超大，無論你揀哪套，通風同採光都唔會差。我去小區入面逛嘅時候，隨便企喺一棟樓下都覺得好光猛，唔似有啲小區樓貼樓住得好壓抑。第二個絕咗，小區花園我遠稱仲海天花板，而家先做好1/3，已經靚到我想影相發朋友圈。周圍都係花花草草，綠樹成蔭，行喺入面似像公園咁，風吹過都有陣清爽。你哋去現場行一圈，絕對會被驚艷到。有冇已經去過嘅街坊？評論區講下，你覺得花園點樣？第三個優點，有小朋友嘅一定要重點睇，家門口就係9年制嘅仲海第7學校，開學6年，初中升學率連續3年仲海第一。我特意問咗學校老師，話呢間學校嘅師資同管理都好靠譜。要是你最看重小朋友教育，喺仲海揀呢間學校附近嘅樓，基本唔會錯。你哋買樓會把學區擺第一位嗎？仲有位置，一城中心喺仲海嘅中心地段，去深圳、去惠城都方便。1.5公里就係長深高速屏山收費站，一腳油就上高速。小區隔籬嘅5一大道被稱為惠州最美街道，平時逛超市、食飯、睇戲都滿足到，生活好方便。戶型都要讚下，95平做3房2衛。小家庭住啱啱好，114平係南北通透嘅長陽台，4房2衛，通風超正，仲有131平嘅可以改5房
人多嘅家庭都夠住，無論你係剛結婚嘅小兩口，定係要帶老人家嘅大家庭，都可以找到合適嘅戶型。你哋而家住嘅樓幾大？想換更大嘅嗎？總結下，一城中心14期特別適合有小朋友嘅小資家庭，家門口就係好學校，仲有4萬平嘅5·1兒童體育公園。周一到周五小朋友返學唔使送太遠，周末大話喺公園玩，放風箏、露營、玩遊樂設施，3到15歲嘅小朋友都有得玩，根本唔使去外面嘅遊樂場。對了，要是你唔想要期房，想住現樓，一城中心11期仲有貨，不過淨係得3房，毛坯8300到8600元，精裝9300到9700元。112平嘅4房，仲有天地樓，唔介意樓層嘅街坊可以睇下。重點嚟啦，給我粉絲謀嘅福利，而家找我睇一城中心，無論係14期定係11期，都有專車接送，而且交定金就返70%佣金，直接幫你慳幾萬蚊。之前有粉絲計過，慳返嘅錢夠裝修買家電啦。仲有個好嘢，我建咗個仲海買樓交流群。群入面全是最近想買樓嘅街坊，每日會更新各大樓盤嘅底價、折扣，仲有佣金明細，避免大家買貴。想入群嘅街坊，評論區扣入群，我私你入口。最後問大家，你哋覺得一城中心14期抵唔抵買？或者你哋仲想了解仲海哪個樓盤？評論區話我知，下次我去爬佢。記得點讚收藏。轉發俾身邊想喺仲海買樓嘅朋友，唔好等佢被銷售呃咗。